政府决定投资某地区韩国部分江南地区的事业动爱条件停工，虽然某北地区的云浮山水库同太浦水库目前正式公布相关的名声，不过农会认为讲，怕天错爱条件呢，唔单止农民受到影响，连带包括一个洛阳厂啊，韩国农业用的加拉火势也对相关产业也会受到冲击。每日头份路一带专门洛阳的农民讲，一个条件的消息传出过后，一路已经直接损失的20万元的前期投资的。冷天嘅日頭本應傳到東上暖，只係看你前日度我個睇緊天橋，農業連住上殺東繁路。人類係受到香港政策嘅影響，做發展嘅危機，受住前期作業都打上睇嚟，包含了對內倉庫嘅各種，韓國已經打算嘅配種奶，經驗都冇效力。而且資本嘅產業，個而且機械利息一啲，1Q 都講都唔適合香港嘅市場，我拿出個相當嚟一啲嘅損失。今年63歲嘅李志祥，民國70幾年開始做繁榮嘅事業，到近30幾年嚟，第一擺都到香港聽講。李志祥講，因為投標貨太弱地球立工業後30天，所以正月份嘅才開始準備。兩下靠填香港，佢實體嘅成本，韓國岸上嘅損失有150萬多。另外，農會未受到影響，本單賣配料嘅生意，兩下未會停停。變咧停工嚟，佢唔是用到皮料係咪？嚇，當然農會嚟講嘅話，仍然係咧中央愛猜到嘅特別嚇愛上班，中央愛付一薪水啊等咩？當然包括一樣嘢，愛後續是呢，本身愛農會愛喺屬國嘅話，愛一報告啦，愛一到年前批一天一萬實種下係咧猜嘅特別啊。挑份農會講，挑份有條件繁榮嘅嘅業者，除了繁榮嘅，未會票各種嘅農機器，是係停油嘅水天機、國貨機兩道，特推都為200-300萬元。業者退款投資都到香港機器用唔得，退款限係為難。天公幫唔落水，唔但搶農民頭談，相關嘅產業未係苦到講唔得。下個新聞中全面苗栗報道。